步，然后独立营什么的。所以有用到手套吗？没有。带去没有用到，带一颗带2个。我带一个。你带一个谁跟你辅佐？谁跟你接啊？我有叫别人带。哦，有跟谁同梯？刚好国小同学。哦。国小同学。钢铁啊那样子。就2个手套带去都没用到。不过其实回来在2军打的攻守都还不错，调整还不错。就把练习的东西做出来。你是什么时候收到通知的？就是上一局的。昨天晚上。哦，有很紧张吗？睡不着或者？刚接到电话的时候很兴奋，然后很雀跃，只是在听电话的时候没有表现出来，就是比较压抑一点。挂电话之后才比较表现。是这样的，哦耶！之前终于没好嘞。这一球主半边方向蛮深远的位置，左岸手往后推，结果打到全打墙，弹了回来，黑豆打一豆，这个时候站上了得点圈，Leo double。这个场在最重要的时刻里，缺少林美甲，对，又他打了，怎么这么厉害啊？面对前东家打得特别有心得，22，黑豆打一豆。哇，真的是猛打赏啊！3支3，专打前东家。哇，这一球又安打，4支4，连续6个打席，通通都是 hit。哇塞，黑豆也太猛了吧！猛打赏以外，真的是100%耶，对 TP。而且开季6个打席全部都是安打，现在打击率还是完美的1啊！做了很好的示范呢，太厉害了。接下来只要修正接飞球问题就没有问题。哇，这么低，但还是捞起来哦。刚好越过了游击手的上空，超出了单场第4支安打，其他的队友多开心呐！好，我们先掌声，谢谢各位女士欢迎。来，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手机边，我们新的眼镜也穿上。全能哥就帮了这样，他就要很专心的把球投出去，剩下不要想。反正如果大爆头的话，应该也很好笑。但是蛮准的。好险，好险。好，赛前有练很久。赛前我看拿到，赛前练了一下，就是很久没有丢了，因为以前高中很喜欢丢棒球，那时候刚好很多，比如王建民啊，他们那时候就那时候也看李哲轩打球。那时候就会半夜起来，然后看棒球，然后白天那时候高3，然后可能功课压力很大，就会跟朋友说走，我们不要读书，我们去丢球这样。对，就那时候开始。所以接到富邦这个邀请进来的时候，开始怎么感觉？一开始就好啊，当然要啊，很嗨耶！我觉得这是一件，我觉得很荣幸的事情，可以过腰来开球，然后站在球场上，然后感受那个氛围这样，因为你知道可以。不知道，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氛围吧，就是在身边什么感觉这样。然后结果没想到随着日子迈进，我就越来越紧张。然后直到昨天我还就是失眠，就天哪，明天要投球了怎么办？好紧张哦。那我这2天也都不敢运动，因为我就怕那个身体的那个
可能肌肉啊或什么会变得不协调。那我刚赛前试投的时候，我后来开始大爆头，就那个哦，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手腕僵硬到不行，然后乱撇乱走，就真的是天哪！我待会我要怎么办？我真的觉得我世界要崩解这样。然后经纪人那边拿手机录，所以现在这样子跟颁奖典礼比，哪个比较紧张？我说现在。就是因为是你第一个春训嘛。嗯，对。然后不会觉得就是整个春训的量这样子，觉得很超吗？超归超，可是也是都是练自己的，对吧？对，还是要吃下，对吧？跑步的练习的量大概有多少？跑步的量，对，没办法怎么描述？可是就是每天都会跑，对，可是每天都会很累，可是就也会做恢复，让隔天的身体状况会比较好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辩风下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辩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